我哋到咗世界最北小鎮啦，耶！世界最北嘅小鎮究竟係咪不毛之地？世界唯一同北極熊共存嘅地方究竟係點嘅？今日我哋玩盡世界山卡啦，去到長年城，唔可以生唔可以死嘅地方，竟然有墳墓，就會有太陽打落嚟呢座城噶啦，就會結束永夜嘅。地球有咩大災難，就靠呢度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沙朗。咁今輯適逢係我同 Frankie 嘅長假期旅行咧，我哋揀咗個好特別嘅地方啊，就係挪威啊。咁挪威其實除咗三文魚之外啦，其實仲有好多好特別嘅地形啊、峽灣啊、唔同嘅特別地理嘅景點啦，都好值得大家遊覽噶。咁而家我身處緊嘅地方咧，就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地方啦，就係世界上最北小鎮。咁我哋啱啱咧搭咗成差唔多24個鐘嘅飛機咧，先終於嚟到呢度。Frankie 咧坐到條 pan 骨都痛晒。咁我哋 flow back 翻啱啱嘅過程先。香港飛挪威係冇直航㗎，不過當中有幾間航空公司飛去挪威只需要轉一程機，而且價錢咧都唔算貴嘅。本身我係用 Miles 換咗 Finnair 嘅航班啦，咁後尾因為華加莎我就轉買太航。太行嘅飛機餐咧係好食過 Finnair 好多嘅，而且去到 Bangkok 之後，機場有 SPA， 揼埋個骨再出發都仲得啊！做咗個泰 massage， 陣間再食泰服，真係好正。食緊食泰國嘢，個人都醒神啲㗎。想平平地食嘢咧，仲有一個美食街，有啲比較 local 嘅嘢。價錢方面一啲都唔貴，好多當地人都喺度食㗎，絕對係一個轉機嘅好選擇。食咩啊？冇啦，根本咁乜嘢啊！想揾間市正餐廳坐低，呢度都有好多選擇。我哋第一次經泰國轉機之後，發現呢度實在太正啦，入邊有勁多嘢買啊 ！shopping 完仲可以買埋個芒果糯米飯上機。前面仲有幾間 SPA 㗎呢度，呢度又有 transit lounge。你轉機呢6個鐘，真係玩夠食夠先至再上機。太行短途機就殘舊啲，但係國際線完全冇問題，一樣設備好充足。嘢食咧係平價嚟講都唔差嘅。由 Bangkok 出發一共11個鐘機，咁就到奧斯陸。奧斯陸咧就可以轉乘機去到北極圈。上年追光嘅時候都去過北極圈嘅幾個國家，不過我哋今次玩挪威就會有更加多嘅地方去深入北極圈。而北極圈嘅呢一片地就係世界上最北有人居住嘅城市。挪威首都嘅奧斯陸同埋北部城市 Tromsø， 佢亦都有直航機可以轉過去㗎。同一日飛埋過去就要喺奧斯陸度轉國內線，仲要攞埋行李 check in 埋，時間都幾緊張㗎。就唔建議遇到咁蚊㗎，因為呢度啦得2間航空公司提供航班，而且一日咧只係得1-2班㗎咋。最好就留一日 buffer 啦。咁我哋今次搭嘅咧就係挪威航空，我都係要 self check in 啦，啲行李咧就要自己寄嘅。有需要嘅話咧，其實應該直接係同 counter 嗰邊去講嘅。好彩奧斯陸機場啊，唔算太大，而且咧出入境啊、安檢等等嘅速度咧都非常之快，入到去仲有少少時間添啊。不過一定要留意嘅就係最北小鎮嘅天氣咧，其實變化得好快嘅，成日都會有 flight cancel 㗎。可以咁短時間轉到機，又成功上到機，真係超好彩啊！咁呢班機中途會喺 Tromsø 會停一停嘅。我哋要短暫攞得落機先啊！一般有 stop 嘅國內線，只係需要坐定定喺架機度等齊人上機咧，就可以再飛。如果你係去 Svalbard 嘅話，就唔同啦。1215咧就會再起飛嘅。雖然 Svalbard 係屬於挪威嘅，但係其實佢又唔屬於申根區喎。佢嘅機場係冇出入境檢查㗎。所以需要喺航班最後一個站嘅時候出去再過境，千祈唔好慢慢 hea 啊，真係會 miss 咗班機㗎。係有少少複雜，而且連埋轉機時間係超過24小時，不過我覺得真係值得㗎。哇！我哋到咗啦！我哋到咗世界最北小鎮啦，耶！
呢個機場就係好細嘅，一入嚟咧就等行李，直接等行李。出邊咧就係我陣間會搭嘅巴士，佢會兜勻全個鎮嘅住宿點嘅。我諗呢度起碼有3架巴士喺度，3架巴士去嘅地方係有啲唔同噶，一定要問清楚佢哋去邊一間啊。挪威係98% cashless 㗎，咁上車咧，司機就係會直接同你用 credit card 俾錢。唔知呢啲係咩倉庫嚟嘅咧？好多。Long 呢一邊就係 Svalbard 嘅首府。其實呢個城咧話大就唔大㗎，主要嘅住宿點啊同埋市中心之間咧，其實都可以輕鬆徒步行到去㗎。Yeah, but anyone else to the university center? 不過最特別咧，都係佢哋係冇一個公共交通系統㗎，因為好多居民都有車同埋電單車。不過對遊客嚟講咧，就有的士。呢度就係市中心啦，原來。移民英國嘅人多啦，但係移民極地嘅人咧都唔少㗎。呢度有50個國籍嘅居民。呢度做嘢唔需要申請 Working Visa， 輕鬆實現永居。我哋入住嘅酒店 Funken Lodge， 哇！周圍個環境好得意啊，呢度好靚啊，景色已經。你哋唔好睇間酒店係咁嘅樣啦，好似好普通咁，但係已經係成個鎮最貴嘅酒店。喺挪威好多室內嘅地方啦，一入門口都係需要除鞋嘅，咁大家最好揀啲易着易除嘅鞋啦。喺酒店入邊咧，仲有個專門嘅鞋櫃俾你放鞋添。咁開箱間房先，一入到嚟咧呢一度啦，着鞋位啦、玄關位啦，咁隔籬咧就已經係衣櫃噶啦。咁廁所喺一入門口啦，哇！個廁所好靚喎，一試正咯。呢啲基本嘅沐浴用品咧都係有嘅，咁但係我就唔係太中意咧北歐呢邊咧，佢係 hair and body wash 係用同一個啦，所以我係有帶自己嘅嘢，梳洗用品啦，正常嘅。係咯，個浴室真係幾唔錯喎，我自己覺得好高分啊浴室。呢度有咖啡啦，咁咖啡入邊咧，佢有好多款，佢仲有紅莓茶，靚仔嘅，哇，好嘢飲喎！咁老實講咧，間房咧就係唔大㗎，叫做喺呢度咁多間酒店嚟講 ，decoration 各方面係最靚啦，服務又係最好啦，咁個位置亦都比較僻靜啲嘅。其實就出邊冇咩 view 啊，因為我哋呢邊咧就唔係對正出邊。少少的電視，不過都唔睇嘅啦。咁我哋陣間咧，下晝4點鐘咧，join咗個巴士 tour，就會遊覽呢一度。咁其實呢個城入邊咧，有啲地方可能係會有北極熊出沒噶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要去遠啲嘅話咧，就一定要去 join呢啲咁嘅 local tour 啦。分鐘，咁我哋啱啱喺酒店咧早幾分鐘，咁3點10或者3點11左右出嚟咧，咁個架車就已經喺度等緊我哋啦。佢哋就會喺唔同點度接載啲人啦，咁其實都係個非常之小組嘅 tour 嚟嘅。Svalbard 位於北緯74度至81度之間，係世界上最北嘅永久定居地。咁當地嘅生活機能比想象中齊全㗎，有學校、醫院、超市、酒吧、餐廳等等。有啲鋪頭通常都係7點鐘閂，呢個已經係市中心嚟。而呢度嘅土地覆蓋住凍土層，大部分嘅屋都需要起喺啲樁基上面㗎。而城入邊隨處可以見到呢啲大水管，主要係因為佢哋需要保持喺凍土層嘅上面。可以落車咧，周圍睇下嘅。咁啊，身後面嘅全部都係呢一度嘅山脈啊，有啲係冰川嚟嘅。前啲嘅啲位置咧就係冰川啊。咁呢度咧附近其實已經係成個鎮入邊咧最高嘅位置嚟㗎啦，差唔多。咁啊，最後呢一間屋啦，咁啊附近其實仲有啲餐廳嘅，我哋今晚會去食嘅。前面有呢個北極熊嘅標示，好得意。咁喺 Svalbard 大概有3000隻北極熊，咁間唔中咧都會喺 Long 呢一邊附近出沒㗎。咁啊出城入城嘅位置咧，就各有一個北極熊嘅警示標誌。其實離開咗標誌咧，就要帶備防熊設備。而嚟呢度揾齊2塊北極熊標誌，就係所有遊客必做嘅事。
呢度夏天有極晝，冬天有極夜，氣溫可以低至零下20度至30度㗎。變到咁極端嘅天氣同埋凍土層啦，咁呢一度啦，早期係以採礦為生㗎。原來係近呢幾年先正式關閉咗煤礦開採場。但可惜佢呢個已經閂咗㗎啦，但係幾有趣啊！我自己覺得呢一座就係已經關閉咗嘅3號礦坑。咁其實佢係有開放參觀嘅，佢個煤炭纜車一路延伸至海峽，個景觀係非常之靚、非常壯觀㗎。我之前係想嚟呢邊睇嘅，但係個 tour 就唔係好方便啊。但係呢個 tour 估唔到都可以輕輕嚟到呢度望一望。2年前關閉晒島上所有礦坑之後，呢度正式咧就以旅遊業為發展中心。位於世界最北，凍土層除咗影響佢哋嘅生計之外，甚至乎係影響緊佢哋嘅生死㗎。因為呢度明文規定係唔可以喺呢度死㗎，要死就翻去挪威本土啦。喺呢度發生過西班牙流感引致死亡嘅事件。咁啊，90年代科學家再挖掘翻受感染嘅屍體嘅時候咧，發現喺凍土層下嘅遺體咧都冇乜點變到，而且最震驚嘅就係咧，西班牙流感病毒仲完整保存住。我哋一行5人啦，聽到呢度都呆咗，因為啲病毒就喺呢個山頭入邊。導遊咧就冇提過有冇病毒嘅，呢啲資料係我事後 check 翻嚟嘅，因為大家都估緊啦，啲病毒仲係咪保存咗喺度？我就唔使太擔心。咁其實呢一度咧，嗰啲病毒嘅活性咧都已經低咗好多噶啦。有生有死，咁當然都有相關嘅宗教儀式同埋悼念活動。咁原來呢間入邊咧係一間教堂嚟，入邊有24小時嘅 cafe 啦。咁呢座世界最北嘅教堂都會幫當地居民舉辦一啲悼念嘅活動㗎。哇！呢度係咩嚟㗎？似係教堂，依家變咗 coffee shop 喎，24小時嘅。入邊係好精緻、好靚嘅，但係就唔可以影相。咁除咗係宗教場所，更加係社區中心。因為呢一度咧係有極夜，同埋睇下呢度啲陽光好神奇嘅。佢哋話咧每年嘅3月8號就會有太陽打落嚟呢座城噶啦，就會結束永夜嘅。極晝極夜嘅地方啊，例如好似芬蘭咁嘅自殺率都非常之高。咁當然呢啲有社區活動嘅地方啦，都可以幫助當地居民度過一啲心理嘅壓力。嗰邊原本咧啲山脈都好靚嘅，但係今日就太多雲啦。今日我哋其實已經好好彩啦，有部分係有陽光。咁啊，浪呢一邊入邊嘅城內啊，見到呢一啲最 signature 嘅彩色小屋，同埋令到一個極地城市冇咁單調。而喺礦場附近嘅山頭啊，嗰邊可以眺望到好靚嘅海港景色。咁同時咧，呢度冬天其實係覆蓋住白雪㗎，更加係 Tom Cruise 嘅 Mission Impossible 入邊嘅其中一個拍攝點。啱啱已經參觀咗好多地方啦，但係喺浪呢一邊咧，有個地方我係非常之想去嘅，就係呢一度啦。全球種子庫，種子庫，種子，呢個就係個入口啊！其實打開呢個種子庫，非常之值得嚟嘅地方，係因為全球主要植物嘅種子咧，其實都喺入面啊！就係以防地球有咩大災難嚟隕石撞穿咗，咁我哋要再重新建立我哋嘅家園嘅時候咧，就靠呢度啦。咁呢個全世界最大嘅種子庫啦，係儲存咗超過130萬個種子樣本，涵蓋世界上超過100個國家嘅農作物同埋植物嘅品種。全球種子庫亦都被稱為植物版嘅挪亞方舟。
另一塊北極熊標誌就係喺城入邊另一個人工水庫嘅旁邊。呢個水庫雖然唔大啦，但係都係當地居民啦夏天嘅飲用水嘅其中一個來源嚟㗎。後面嘅雪山喺倒影底下都真係非常之靚。完咗巴士 tour， 佢嚟食飯仲有啲時間，咁就翻咗去唞一唞啊。咁呢間酒店咧，佢本身個設計咧係幾得意嘅，因為佢入邊係有唔同嘅公共空間，唔同 design 唔同氛圍，同埋酒店內嘅紀念品店啦，佢賣嘅特色精品啦都幾值得入手嘅。同埋佢每日下晝4點至5點咧，有提供一啲特色嘅飲品同埋甜品嘅，咁住客都可以去免費享用嘅。啱啱我哋搭的士過嚟嘅，咁城裏面 call 的士都好簡單，用 WhatsApp 就得啦。今晚嘅餐廳啊，嘻嘻，佢係一間以前嘅礦場，係有啲歷史感嘅個改建嘅，好保留到嗰種圍巾啊、全木啊，連天花板、地板、所有台凳都係木，之後再加埋一啲動物嘅皮革喺度啊，一大塊鋪喺啲凳度，我覺得係好有 feel 啊！咁呢間咧屬於當地入邊啦中高價格嘅餐廳啊，咁 comment 相當唔錯㗎。呢個藍莓汁嚟嘅，嗰啲莓汁咧係真係特別好飲。我諗我除咗係中意去啲奇怪地方之外，我仲係中意食奇怪嘢嘅。呢個海絲啊，試下先啦，呢個 interesting， 幾正常喎。佢有陣特別嘅香味喺個喉嚨頂度回翻出嚟，但係其實係幾好味，我自己覺得係，即係味都幾得意啊！佢有少少似海鮮味，加有少少碌肉嗰種 texture 咧，係一種肉味嚟嘅。其實加埋啲蔥啊、油啊等等咧，係好易入口嘅，甚至係有少少好食添。啱啱食呢個塔塔，已經食到最後一啖，真係好好食牛肉塔塔啊嘛！佢個 sauce 咧有少少蛋黃醬咁樣，但係鹹鹹地有種好清新嘅味道。啱啱咧我哋食呢個真係覺得好驚為天人，佢竟然煮到咧可以好似年糕咁樣，咁佢係軟腍腍嘅，啲鹿肉咧佢咧燉到好似牛肉咁樣，啲燉咗好耐嗰啲牛肉，但係我覺得佢整體個食物處理方面都真係幾好喎，我覺得係。呢個係鴨肉嚟嘅，佢哋好興煮到咧唔係太熟，發現。呢個係黑加侖子汁嚟。呢間咁高評分唔係冇原因，因為啲嘢真係幾好食。啱啱試咗嚿鴨肉咧，佢真係好彈咯，同埋佢陣鴨味係非常之香濃，好好食。啲椰菜花蓉打到我完全唔知椰菜花係好似嚿 cream 咁滑，好誇張，好好食。基本上每一道菜咧都係好食嘅。開頭覺得佢嗰個熟度好生啦，但係入口咧係啱啱好。呢度個 waitress 推介嘅一隻 apple cider， 有隻大蜜蜂喺上面嘅。佢話呢隻咧係全羅威最好飲嘅 apple cider， 即係純粹有嗰種蘋果香，冇嗰種蘋果甜。呢個甜品咧係全希素蜜嘅。超濃郁啦，超香嘅榛子味，每一樣餸都符合到我都覺得係好好食嘅，係難忘嘅。我覺得係如果有啲 budget 嘅話咧，可以嚟呢一間試試。真係多得華加莎本身咧，我就應該係由香港直飛 Helsinki， 之後再去 Tromsø， 咁住一晚之後咧，先過嚟呢個最北小鎮嘅。咁但係真係多得華加莎啦，直接由世界最北小鎮開始我哋挪威嘅第一集。呢個機程都真係有啲痛苦啊，因為本身係 plan 好咗一啲行程啦，有啲機咧係要再搭耐啲先可以追到個行程嘅。但係最終我哋都係到
耶，好開心啊！我真係覺得自己 plan 行程方面咧係 plan 得好好，要讚下自己，要俾個 credit 自己。就算面對咁惡劣嘅天氣咯，都可以即時買到個新嘅機票啦，又可以 plan 到一個新嘅行程，係可以同我原本嘅行程銜接翻嘅，起碼行程方面唔會損失太多。下集除咗 City Walk 之外，我哋仲參加咗2個 tour， 深度遊覽 SWA 入邊嘅著名景點。The best moment in my life。聽講話佢有啲啤酒咧係冰川水去釀製噶嘛，係嘛？如果你中意呢個行程，但係又唔想 plan 得咁辛苦，可以喺片嘅下面，又或者撳暫停，喺左下角咧就揾到一個購物嘅標誌，可以單次購買我嘅行程表，入邊已經有晒交通同埋更加詳細嘅餐廳推介。行程指南50% 嘅收益咧會用作慈善嘅用途噶。想支持我嘅創作，可以加入成為會員，除咗可以抽選手信福袋，我亦都可以喺 IG 回答你嘅問題嘅。成為富士會員可以喺社群當中提供嘅連結下載到所有行程表格，包時間班次、有用連結、餐廳介紹、使費預算、景點介紹等等詳細嘅資料。每一個行程時間同景點都會連接去城門案內同埋 Google Map， 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。